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顶礼拜旧历10月15是下元水源大帝圣诞，咱讲谢平安。便若是新明西真侪庙拢会迎老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迎五迎第5条，嘛人读做迎老日这个迎就是规定人伫咧街仔路采街游行老日。迎神的祭典，像咱讲迎妈祖、迎神明。另外，这个迎嘛有接欢迎的意思，像咱讲迎新娘。另外，文音读做迎，像咱讲欢迎，也有迎接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迎接，也就是大进前去接待欢迎；第二个词读做迎老日，也就是迎接新婚，或者是讲迎接新婚的祭叫做拜拜老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庙口即阵当咧迎老日，准备要迎接妈祖回銮，咱赶紧来去看老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迎，嘛人读做迎，这是白音；文音读做迎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